是玉溪站。今天早上呢，我们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抵莫憨口岸。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提出，中老铁路开始了全面的施工建设，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呢开通。这条铁路呢是我国连接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一条客运、货运双运铁路，它由昆玉段、玉墨段和墨湾段组成。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体验的呢是玉墨段的旅程。现在是早上的8点40分。那么我们今天即将乘坐的体验列车啊，已经于早上的7点52分于昆明站发车，让我们共同期待它的到来。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呢，我们的体验列车已经缓缓地驶入了玉溪站的站台。那么这个大家伙的乘坐体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到车厢的内部坐下了，那么我们的列车已经开始缓缓地驶出我们的站台。现在呢，我们开始计时，我们看从玉溪站出发，最终抵达美丽的西双版纳，这我们一共用时多少？中老铁路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的重要项目。北起云南省昆明市，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00多公里，其中玉溪至莫憨段全长508公里，隧道91座，桥梁133座，桥隧总长443公里，占线路总长的87%。途经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最终抵达中国与老挝边境口岸城市莫憨。好，现在我们的动车已经在飞速的行驶当中了，它的时速呢达到了每小时160千米。尽管车速这样的快啊，但我们在车厢内依然感觉到很平稳安静。那么其实相较于坐飞机出行啊，我觉得坐动车出行的感觉更舒服。如果我们坐的时间久了，可以站起来在车道里活动一下。如果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座位的下方啊进行充电。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啊，简直是太棒了。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美丽的西双版纳，我们可以看到车窗外的这个景色已经逐渐的呈现出了热带雨林的风貌。那么大家也可以从我的身上的衣服看出啊，我们的气温在逐渐的上升。我的同事呢是版纳人，他告诉我之前自己开车从玉溪回版纳需要6到7个小时，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玉溪站出发到版纳，我们仅用了2个半小时。那么仅用2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从玉溪抵达西双版纳，坐在澜沧江边，吹着热带雨林的晚风，吃着傣味烧烤，这感觉别提多惬意了。从西双版纳一路向南呢，我们现在抵达了莫憨口岸。相信一些朋友啊对莫憨口岸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莫憨啊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边寨小镇，也是国道213线的终点站。那么从这里出去啊，就是老挝了。到这里呢，中老铁路玉墨段的全部旅程就结束了。希望在正式开通的时候啊，您能带上家人和朋友，体验中国速度，领略沿途风光。相信您一定会不虚。